2026年啦，你間屋準備收樓未啊？美作美學，今日唔同你講廢話，直接上實拍案例。第一間安柏苑屋主當初揾到我哋，講咗一句：我比較中意煮餸，要求廚房可以用得順手。咁今次廚房整體格局係 U 型嘅設計，將洗、切、炒安排得清清楚楚，而且櫥櫃嘅收納空間都預留得非常充足。跟住就係屯門兆翠苑，因為屋主自己有好多公仔需要擺放，要求屋企可以多啲展示櫃，咁訂製電視櫃呢度用咗上翻玻璃門加小氣撐嘅設計，而且玻璃櫃門提升咗整體高級感，屋主都好滿意噶。最後高雲苑屋主得一個要求，簡約，要求視覺上成間屋要闊落，咁簡約風嘅設計就啱佢啦。入門口嘅獅字櫃搭配燈帶同埋隔山條，簡潔舒服。房間用咗全地台嘅設計，可以收納大量衣物，屋主都話好滿意。2026年收樓嘅屋主，你嘅屋苑可能就係下一個案例。留低你嘅屋苑名，我哋優先答覆你啦。